这只表还是有点意思的，名爵的非凡系列镂空机械表，原镂空透底的表盘搭配蓝钢大三针，机芯内部金龙浮雕设计还是挺好看的。因为表带磨损已经漏铜，表壳磨损刮花已经失去装饰效果，希望通过这次翻新恢复原有的外观效果。在拆解前圈的时候，发现锁紧螺丝因为腐蚀生锈已经爆死，无法正常拧出，这里我们只能通过抬转转出。前圈的防水圈也老化，一碰就碎，后面需要更换新的防水圈。接下来就是沉浸式的翻新过程。最后密封防水测试通过，这只名爵翻新工作就完成了。我是匠心钟表的黄师傅，用心干活，细致工作。我们下期见。